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选会伫今仔日举办总统大选抽号码，郭文哲抽到1号，赖清德抽到2号，咱侯友宜是抽到3号。检调顶礼拜抓到有军人伫台湾做间谍的声，飞行官探德国军演的时阵，使军用直升机飞去遐导航，佮通好领到美金1500万。第23届国家文艺奖由传统戏剧的小米老师、作家谢曼南破案，视觉艺术家丁梅丁演，也佮纪录片导演老上得奖。中选会伫今日举办这总统大选抽号码，郭文哲抽到1号，赖清德抽到2号，然后侯友宜是抽到3号。郭文哲唔但亲身来抽，也批评赖清德故处违建的争议，也讲这已经是诚信的问题啊。萧美琴下晡是去到新竹的台积电创新馆参访，要拼地区的选票。然后侯友宜下晡是提出各方外交政见，也讲到军人爱加薪水的议题。义无反顾拼一次，最后选择选1票。中选会11早起举办总统候选人号处抽签，结果出来，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吴欣盈抽到1号，民进党赖清德、萧美琴2号，国民党侯友宜、赵少康是3号。郭文哲亲自前往中选会抽出号码，佮批赖清德违建争议是诚信问题。就好像在讨论那个吴欣盈的国籍嘛，你资料拿出来就好的啊。他到现在为止，那个缴税的记录到现在是不肯拿出来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已经不是违建的问题了，是诚信的问题。完成后处抽签，民进党萧美琴下昼前进，新竹台积电创新馆参访，抢攻科技选票。对外界烦恼护国新山，台积电布局全球人才甲技术下方乌空，却赢8座美积电。萧美琴补贴，台积电第一个字都是台。台积电的第一个字就是台，那台积电永远都是台湾的台积电，在我们能够信任的伙伴的国家里面做持续的扩张扩大，那在全球的市场上占有更重要的关键角色。另外，政策上安怎支持？萧美琴表示，避免相同扣税、跨境人才布局，拢有真大帮助。那国民党侯友宜也提出各项外交政策，包括建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人加薪100亿。那93军人节要改做全民建军节，全国放假天。100亿加薪里面最重要的战斗单位的志愿役，每个月我最少给他加薪1万元。93军人节，我们要改为全民敬军节。为表敬意，全国放假。侯友宜表示，一旦当选，会伫就20个月内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3D 战略具体化。国防以强架国防、协助战争为关键。外交部分是金融外交、印太睦邻、平等互利、民主永续。记者综合报道。检调伫顶个月抓到退役现役军人伫台湾组成的中国间谍集团，风声用这美金1500万的代价，但中国伫咧军演的时阵，飞行官才使军用直升机去偷窥中国。国防部长徐国清表示，中共最近这几年真侪这款杀人导航的动作。另外，小围强中国间谍案，另外一名姓孔的中校，想要利用交台观光吸收军人摕到情报，检方今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甲起诉，也建议法院就要甲判重刑。CH-47军用直升机伫国庆典礼吊挂大型国旗飞过总统府顶面吸引眼光，也毋过即马传出，检调11月底破获以契丹退役军官为首，在台组织光碟网的集团，捌想要策动西正中校趁6月中国军演中南海近南cou24海里，驾驶 CH-47直升机停靠强南，提供收金1500万美金甲泰国永久居留权。那安尼，蔡总统主持的控制第一机密专案会议内容，传出一项泄露。这几年的确，中共对我们有很多动作拉拢我的人的确受到蛮大的影响。有什么深厚，一方面会提醒检调单位有这资讯，再一方面我们也要做损害管控。
专家分析，测款直升机飞到强军大型屯南，就有准确定落南。比测款战机需要准备机场，后勤情报较简单。虽然测款CH-47无成功，也过也反映出中共的野心。国军爱家庭情绪已经外泄，爱赶紧脱牢。第一个先暂停飞行这是必须的。然后第二，赶快查明这名的涉案军官他到底经手哪些业务。那第三点就是说，目前比如说这一周或这个月的他们叫飞航的航次，可能必须航特部就要做完整的调整。中调案一直传出，进前退役上尉邵伟强替中共发展组织接受陆军上校，向德军签导航承诺书。邵伟强向以国安法定罪，判刑12年6个月定案。不过另外一个也和邵伟强吸收的省空中校，想要透过免费招待境外旅游，向现役退役军官提供情报给中共，逃检10亿情价以贪污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嫌起诉，可见且反映相当量刑。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的违背职务收受贿赂跟修法前的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一的第1项跟第2项，为大陆地区公务机关发展组织未遂等罪嫌。虽然省空中校承认犯刑，搁缴回犯罪所得，不过检方认为危害国家行为，未当轻放，行政犯意没收不法所得11700美金加人民币6万。检方也表示，方接触的军官有的是无答应，有的是因故无造成。好佳在拢无其他人方吸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伫南海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双方的军事销量互相指控对方。一边呢，中国是和日本伫东海发生争议，中国的海警船入去钓鱼台附近海域，互日本指控侵入领海。中国也指控日本的渔船非法进入去领海。有学者认为讲，这拜习会了后，虽然美中关系有较冷静落来，不过中国也是一直咧东海、南海展现实力，把本地范围顾好掉。中国海警船向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四周围也有几多只小只船伫边啊，不过冲突唔来安尼。会当清楚看到双方的船只直接弄做伙，真危险。中菲伫南海的仁爱暗线，搁再有争议。中国讲菲律宾的船只非法走入去附近的海域，运补物资，侵犯中国的主权，海警依法实施管制。佮讲菲律宾的船只是故意的行为，不过菲律宾是讲互中国的海警船弄到，佮指责中方发射水炮，造成一只菲律宾籍的船只发动机严重毁损。菲律宾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否定中国对仁爱礁的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原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方面毋但伫南海甲菲律宾一直冲突，嘛伫东海甲日本各有争论。找到中国2只海警船进入钓鱼台历史周边的海域，引起日本的不满，讲中国侵入领海。不过，中国海警局颠倒讲是日本渔船非法进入领海，依法甲赶走。学者分析，拜习会了后，美中关系变较缓和。不过，中国要展现伫东海、南海有一定的势力，别因为美中关系放弃家己讲的国土利益。现在中国它主要走的就是在一个美中即使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状况，但是在周边区域的一些竞争上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区域利益是对中国来说，它是绝对不会去屈服的。国防部嘛公布，强军山东号航南偏对阵，在沿海峡中线西边由北往南穿过大海，显示强军想要伫大海、东海、南海这个区域的无明确所在行动，持续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也向中国民众表明要加强稳定内政。记者综合报道。做面板的大公司群创顶个月营收是新台币174亿，年增率7.8%。不过，今日传出讲，主要生产家电类产品的第三厂通知上百位员工，伫咧12月底就要离职，相关的方案是还未公布。不过，群创表示讲，是为着要提升整体营运效益。德科管理局表示讲，目前还未收到群创被大量辞掉员工的通报。面板商号之一的群创最近传出要伫19和20这2天大规模请伫南中区的员工自愿离职。传出有员工私底下讲，公司的人资敢若是要故意避开法规，用问讲的方式来约谈一寡员工，敢若想要互员工家己签自愿离职的文件。有听到这样会不会很意外吗？还是不意外，因为面板产业嘛。员工上班的情绪有影响吗？我们部门是还好，我们部门应该有些也会有点担心啊。
军方回应讲，公司是拍拼在优化生产配置，提升整体的营运效益。主要措施是包括组织和产线的调整，会和同仁沟通，嘛会尊重个人的意愿，做上好的安排调度。根据了解，军厂的电缆场主要是生产家电，产出工程师和线顶的作业员拢会减少一半，但有利方案是还未对外公布。内部消息，在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这次举报的有做任何的裁员情形都没有哎。如果涉及在苗栗的劳工，如果有受到不当的对待，也可以向我们苗栗县政府来提出，那我们会转给主管机关。互外界关心的是，军创七八公布的11月营收来看，有够大票174亿，月增0.9%，年增7.8%，表现是真好的。加上民邦业的景气当地大底反弹，谁若阁会做人力调整？专家讲，这可能和智慧生产、和精灵碳排有关系。AI 的一些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其实生产线使用的人会减少，未来都是朝向这个净零碳排的部分嘛，所以他们必须在做生产线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专家认为讲，民邦产业未来应用科技转型和智慧化的生产，未来生产线转换减少人力的状况会继续发生，但是企业在做人力调整进前，恐怕要好好和员工来沟通，避免劳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上届新的薪水统计，累积1月到10月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5441块，年增2.49%。若准包含奖金、加班费是59270块，比去年同时间成长1.53%。不过，甲这个物价因素列外了后，只剩53960块，年减0.87%，是这7年来头一届负成长。国内物价直起压力是真大，但是薪水却无啥起，互民众是感觉真吃力。主计总处公布10月工业和服务业的薪水统计，虽然1月到10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资是45441块，年增2.49%，那是包括奖金和加班费，总薪资是59270块，比去年同期是成长1.53%。物价因素提调，实际总薪资是53960，比年减0.87%，是7年来第一摆负成长。全球的一个经济趋缓的状态的影响，然后奖金发放的比较少，所以它在非经常性薪资的这个部分发放就会比较少。事实上，因为厝价悬、薪水低和通膨这因素，互少年人的压力是有够震动。根据联定中心的资料，全台有申请厝的贷款的2014年是206.53万，厝贷款的总额是7.14兆，平均大家人共贷款345.52万，但是到2023年有212.18万的人，厝贷款的总额是10.8兆，平均大家人共贷款508.89万，一个增加163.37万。我自己是偏向租就好了。真的房子很贵，然后薪水很少，然后如果真的要买一个房子，我不知道要不吃不喝多久。不动产资讯平台总监陈杰明就讲，全国厝贷款总人数增加的比例无悬，但是厝贷款的总额却大增加超过5成，而且薪资暂年是起无1万，根本就无法度去约厝价。虽然最近在政府拍叉棒之下，房市的交易量有转冷，但是厝价嘛是无落倒来。今年8月政府提出新青安贷款了后，房市的买气是明显回升，因为会当有5年的宽限期，还会当贷40年，相关会当贷到8成，利率还有补贴，这嘛互厝价大概是起掉伫遐。这几年房市在变好的状况之下，建商他赚蛮多的。然后另外的就是在营建成本的部分，这几年其实涨蛮多，所以建商他也不太愿意快速去做降价。但个别认为讲，虽然新青安贷款互买起救起来，但是对正是第一摆买厝宽限期和现款起救长的人来讲，有可能对家己会当负担的做唔对的判断。若是未来央行阁起利息，才有可能出现厝贷款拿袂出来的情形。买厝进前一定要细致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0月，萧肯风台17级的强风呢，害人数受损严重，到今已经2个外月啊。这部落和环岛公路也有100外派路顶未倒。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去到兰屿视察，强调2年内会完成兰屿电缆线地下化。
即阵强风汹汹甲西仔门吹走，路边的电火条啊嘛吹甲歪去。今年10月，萧ken风台带来17级的强风，影响人数真大，造成全岛2423户停电。毋过过2个月过啊，埔路甲环岛公路也是有100多趴路顶故障未倒，对居民造成真无方便。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伊到兰屿视察主体的灾损，也有灾后复原的情形。小型台风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居民呢，大家还是很乐观、很勇敢的来面对这个灾后复原的工作。希望中央都能够关心兰屿的一些公共事务，以及包含我们的道路拓宽以及我们的地下化电缆的工作。针对萧ken风台，予兰屿造成真侪位电火条啊倒去，也甲设备受损。陈建仁肯定台电公司用上紧的时间协助主体复电，嘛讲到政府编列10亿，甲全岛电线地下化，要求县政府甲台电协助路顶的问题。台电在今年呢年末这段时间呢，发包的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预计用2年的时间呢，会把整个兰屿地区的用电全部地下化。虽上兰屿电缆地下化有一定的困难，离岛修理的材料爱靠海运，冬天的交通较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停开，国家因为欠工，也有倒来路无够快，时间爱考虑到无影响交通。毋过台电讲会克服困难，2年内完成全岛电线地下化。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名卖厝的中人，为了要啥人来看，就伫面册顶头放有外国婚姻介绍的广告。不过，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入出国家移民法的规定，罚10万块。移民署高雄专勤队表示，这外国婚姻袂当广告，会当去到移民署查合法的35间媒合团体。伫面册发文写12月开第一团，搁放查某囡仔的相片，这种宣传下国婚姻的广告已经违法，说出现伫高雄一个姓林的卖厝中人的面册顶悬。伊因为平常时搭卖厝租厝的信息伤少人看，竟然去找东南亚查某囡仔订婚的相片和资讯，要啥人来看，电到罚10万。林南市房屋中介为提升脸书观看流量，在抖音等社群软体收集东南亚女子照片及影片，并于脸书张贴跨国境婚姻媒合广告，向不特定人宣传。移民署讲，下国婚姻依法是袂当广告的，但是进前毛民众伫面册创婚友社，半暝搁伫遐线顶放送查某囡仔的影片，做着国婚姻介绍的中人，毛卖量的伫咧店内打下国婚姻的广告，搁讲有真侪人会当选，这离谱的做法，即马拢犯法。已经大概有10年以上了吧，但是现在还有人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那为什么不能广告呢？就是我们认为跨国婚姻不能作为一个商品，那尤其不能把女性作为一个商品，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当去关心东南亚婚姻移民女性的南洋台湾姊妹会讲，目前台湾一年有2万对的下国婚姻翁仔某，东南亚的女性就占8000到9000对。伫民间团体拼命争取之下，政府伫新住民新婚的取得和避免歧视性的用语部分已经明显改善，但嘛发现还有语言通译和长照需求需要争取，才当互因伫台湾生活较较安稳。记者综合报道。苗栗警方抓到一个查甫人，伊去捡红机的店面，用50块的价钱去落换做真的10块的一银角出来。警方也伫遐呢找到1800块的假银角。嫌犯讲是中国网友寄予伊的，已经去向移送法办咯。即马警方也要扩大追查这假钱的来源。来到捡红机店换钱的机器头前，查某人一直咧落50块的银角仔，规堆的10块银就安尼落落来。不过，伊无注意到，这间店业者就徛伫边仔看，当换钱的机器拍开来看，业者发现查某人落的50块银角仔疑似是假，就随报警。伫咧苗栗市的这间捡红机店，最近常常收到50块的假钱，业者找来到店里，果然去撞到一个姓张的查某人，一直咧用假钱换真钱。上礼拜有发生，在收币的时候发现就是假的，我拿到银行给银行看，那是假的，被退回，被收走了，被收在送鉴定了，还在鉴定中。警察到场了后，伫查某人的身躯顶查出38个50块的假钱，
各地大个所在嘛找到1777个50块的价钱。查某人讲，这个价钱拢是一个中国的网友寄来台湾的，讲伊只要共换做10块的金钱，结果寄转去中国，就会当得到2万外块的口笔上。将依诈欺及行使伪造货币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要扩大追查假钱的来源，嘛提醒民众，真正的50块银角啊，后壁有创字，转一个方向就看会出来。四周围各印字样做记号，民众就要加注意，才袂收到假钱。记者廖力报道。国江博物院的宝贝这翠玉白菜，12月16开始呢，会伫咧台南美术馆的自馆展览。因为国江文物照出来展览上，这敢会当照5件，不过一届有15件，是规模上界大一届。工作人员真细腻，对阿爸内面甲物件摕出来，4块链等徛几落位警察，就知影这物件是偌珍贵。配合国立国江博物院的出游计划，这届含台南市美术馆共同主办，甲15件正称国宝再来到南部展览，包含清朝的翠玉白菜等宝物，10月举办开箱见面会。大概过去的惯例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最多的话，大概就是5件文物。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到今年的年底结束，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过去的这些文物的话，就是有出去故宫出游局出去的文物15件一次展出。那当然中间还是有点遗憾哈，因为肉形石没有来。也因为肉形石甲翠玉白菜袂当做伙出门，不过这届展览有15件国宝，也是上届济一届。为了要保护这挂文物，台南市政府出动6位警察，24点钟加强保护。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就等于是有点变相去检视每一个展馆的一个标准的设备，包括它的温湿度环境控制。故宫希望跟所有的国内的博物馆携手合作，把整个展场或者整个展示规划的整个能量都提升上来。包括它的安全，包括它的保险，还有包括它的展出的动线，还有包括现场的环境的温湿度，这些都是必须要依靠这个谨慎的做，这个非常感谢故宫给我们的协助。国宝到府城配合台南400年相关活动，伫12月16正式对外展览。特典也包含清朝原本清明上河图动画等所有作品，也会做回来遮展览，让民众感受到满满的艺术甲科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大庇湖正门口有2栋中国风格建筑物，过去是咧蒋介石时期起的台湾上界大的海鲜馆。不过其中一栋海水馆，因为这海水泄出来，致使这钢筋拢凹去，也关起来40年咯。当地民众感觉真可惜，希望自来水公司会当进行修复。高雄大庇湖是真侪人散步运动好所在，伫遮门口有2栋中国式建筑，一栋是淡水馆，一栋是海水馆。过去是蒋介石时期兴建，内底是世界各国的海生动物，嘛是真侪人回忆。其中海水馆已经趴远真久，民众感觉真可惜。伫个无影响安全的范围内啦，会当家己改变做其他用途。大庇湖的历史啊，一寡较早海鲜馆啊，一寡故事啦。整修的话，应该可以做很多生态展览吧。大庇湖的淡水馆、海水馆过去是台湾上大的水族馆，尾仔因为经营变故，淡水馆伫1805年规划做游客中心。不过海水馆长期受到海水影响，内底建筑物拢互侵蚀，嘛会漏水。为着安全考量，海水馆伫72年封闭到大，目前按算保留建筑做纪念。这栋海水馆是伫咧民国60年起好，然后伫咧民国62年对外开放。不过因为伊海水侵蚀，所以造成伊内部的梁条啊有壁损，水池嘛有漏水的现象。为着安全的评估，所以阮伫迄民国72年就来关起来，无对外开放啊。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为经费有限，未来考量到建物的安全性，做后续的评估规划。目前林园区内底地下指挥作战中心，自来水公司委外业者来经营，嘛有海生动物会当观赏。记者张友辉、屈昭勇高雄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以哈冲突连带影响到美国大学的校园内面，有真侪这反犹太言论和活动。今摆呢，这哈佛也个这宾州大学也个麻省理工学院，针对着反犹太行为较无伫咧处理，着总机关要求讲，着爱甲校长换掉。甚至有一位宾州大学捐款人讲要甲美金1亿的捐款摕倒转来，校长也因为压力已经是头路路。外界也在烦恼讲，这大学的自主性已经受到侵犯。以哈还未停战，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内面反犹太人的情绪是抢甲真悬，其中包括抬死犹太人，也是发动巴勒斯坦反以大起义者的激进的言论，引发学校内面犹太族的安全的疑虑。三间大学的校长进前参加众议院的听证会，对学校阻挡反犹行动的效果，众议员是轮流骂。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Penn's code of conduct when it comes to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Yes or no? If the speech turns into conduct, it can be harassment. It can b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唔愿意正面去回应众议员的问题，是引起外界强烈的批评。74个联邦众议员特别是发出联名批，要求甲3个校长解职。各关系互宾大的人是呛声讲，要甲捐的1亿美金摕转来。宾大的校长麦吉尔和董事会主席伯克，隔一天就宣布家己请辞。哈佛的校长盖伊嘛，因为无法度更加强烈来谴责学校反犹暴力的威胁，甲大家会失咧。但麻省理工是挺校长的做法。Speech that targets individuals, or again, as we've heard, incites violence on our campus, or crosses the line. These cross the line into harassment. This is taken very, very seriously.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嘛有可能对其他的大学开始调查。有的团体认为讲，这真优秀的大学并无拍拼去打击反犹的行为。纽约州阁宣布讲，若因迄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无好好处理问题，就会甲因的经费断掉。但嘛有其他的意见认为讲，3个校长是在保护言论自由，国会的做法则是侵犯大学的独立自主。公司新闻刘岩编译。讲到这罗西阿帕乌克兰战争到当时还未结束，不过即摆呢，乌克兰军事经费特别用了啊。美国同意援助金额还佫卡伫咧国会，总统拜登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向国会来说明这条预算对乌克兰的重要性。泽伦斯基也伫咧70先出席阿根廷新任总统米雷伊的就职典礼，这是伊头一届访问拉丁美洲，被争取全球南方国家对因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下第12前往华府，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将是俄乌战争1年9个月以来，泽伦斯基第3摆访问美国。泽伦斯基这次可能也会甲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会谈，争取支持乌克兰军费用了。不过拜登政府提出的600亿美金，大约1.9条大票的援助方案，即马也卡伫国会。泽伦斯基伫前往华府进前，先出席阿根廷新任总统米雷伊的就职典礼。未结婚的米雷伊一路是由妹妹卡琳娜陪同，完成所有的就职活动。Please take a seat. Oh, I want to introduce my sister. She's the boss. She's the really boss. 泽伦斯基也利用这摆机会，甲厄瓜多、巴拉圭、甲乌拉圭领袖讨论俄罗斯侵乌的议题。头一摆的访问，拉丁美洲的泽伦斯基表示，要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泽伦斯基也讲，伫前往阿根廷进前，也甲社会国家维德加共和国总理席尔瓦基会面，我感谢伊谴责俄罗斯的侵略，甲支持乌克兰的提议。另外，泽伦斯基也希望召开一场全球和平峰会，要求俄罗斯自乌克兰撤军过承认1991年苏联解体了后的俄乌边界。另外，俄罗斯在生效一项政府法令，规定向禁止出国旅行的外国人，需要伫接到通知了后的5天内，将护照交予有关单位。根据这项新法律，政府会当对向征调入国的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雇员、罪犯有权接触国家机密，也是极重要资讯者实施旅行禁令。那这个人的护照会由内政部、外交部等执法单位保管。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今年的诺贝尔奖册颁奖，不过得到这和平奖的伊朗女权导师
穆哈马迪，佮和这个伊朗政府关伫咧家角内面，所以是由27岁上生仔囡仔来替伊领奖。这穆哈马迪也谴责伊朗政府欠缺独立的司法制度，利用司法审查机制来镇压反对派人士。自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的手内接过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得奖的是伊朗女权导师穆哈马迪。严格伊即马也和伊朗当局关伫咧家家内面，所以是伊17岁上生的囡仔代表伊领奖，同时发表得奖感言。穆哈马迪谴责伊朗政府无独立的司法制度，颠倒建立审查机制，镇压异议者，也侮辱国际媒体斗相共伊发声。Les médias internationaux ont joué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et efficace pour faire entendre la voix des opposants, des manifestants et d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 l'homme dans le monde. La société iranienne a besoin du soutien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今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随在伫咧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包括瑞典王室成员等人1000外位来宾参加。因那和平奖是由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伫奥斯陆市政厅颁发奖项。今年51岁穆哈马迪是当地一位记者，因为参加反对伊朗强制俘虏白头军加反对死刑的维权运动，一直互当局关押出入监狱。伊翁才讲，穆哈马迪颁奖之天开始绝食，照出来声援巴哈伊宗教少数派。Personnellement, je suis très optimiste. Je ne verrai pas ma mère dans 2 ans, pas dans 5 ans, pas dans 10 ans, peut-être encore plus longtemps, mais je resterai toujours optimiste parce que j'y crois à notre victoire. Comme l'a dit ma mère, la victoire n'est pas facile, elle est certaine. Et personnellement, je n'envisage pas de possibilité de la perdre. 严格伊朗政府在此进行把谴责诺贝尔委员会颁这个奖予穆哈马迪，是有偏见加政治意涵。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透过声明讲，诺贝尔委员会竟然将和平奖颁予一个一再违反法律加犯罪行为被判刑定罪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加拿大针对高龄和少子化趋势放零移民政策，地铁8年就核发250万张永久居留证，所造成这物件计销大起，厝也变贵，有愈来愈侪移民和学生呢离开加拿大去到物价较俗的国家。那澳洲呢是伫咧11宣布限制国际学生和低技术劳工的签证规定，按算未来2年内呢移民人数会减少一半。55岁的妙茂是为缅甸来，伫加拿大生活超过30年，伊经营房地产加餐饮事业真成功。不过讲到退休规划，加拿大毋是伊的选择。I'm worried about the retirement as I get older. Living costs is extremely high in Canada right now. 加拿大本来是一寡移民经营新人生的理想国，不过是去控制管物价加大房欠款，互愈来愈侪移民被逼伫他乡艰难的生活。2019年，为入读湾来多伦多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斯坦库斯，干那厝租每个月伊就爱开加币2000块，差不多是台票4万6，佮加其他的开销支出，互伊压力真大。PhD students end up working part-time or full-time jobs that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加拿大政府为着因应高龄加少子化趋势，放零移民政策，短短8年核发250万张永久居留证，煞造成房价大起。11月份政府宣布，2025年开始，当年的移民人数上济是50万人。不过愈来愈侪移民还是学生囡仔已经拍算要走，准备去物价较俗的东南亚还是南美的国家。另外一个互人当作移民入门的国家澳洲，11宣布限缩国际学生加低技术劳工的签证规定，除了提高国际学生的延期检测分数，学生囡仔延期居留申请嘛会变较严，预定未来2年内移民的人数会减少一半。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bring numbers back under control, that we build a better planned system around essential things like housing,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of all, that we build a program that delivers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澳洲为了解决疫情了后产业大欠工的问题，第2022年增加移民的人数，澳洲净移民人数一定会达到创纪录的51万人，这互本来就无够用的租厝市场更较严，造成游民的人数增加真侪。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国艺会今公布第23届国家文艺奖的得奖人，分别是传统戏剧的表演者小米老师，还有作家夏曼兰坡安和视觉艺术家梅丁燕，甚至还有一位是纪录片导演老乡，这4人得奖。不过今年舞蹈、音乐、建筑这3类是无选人出来。为着要表扬伫艺术领域成就出众的艺文工作者，国艺会每2年办一届国家文艺奖，针对文学、戏剧等等7个类别选出得奖者。得奖的人会当得到奖座甲奖金100万。国家文艺奖今年是第23届，伫12月11公布4位得奖名单，包括表演艺术家小米老师、作家夏曼拿破安、视觉艺术家梅丁燕甲纪录片导演老乡。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创作不错，他们从在地出发，但是也连接到整个国际，展现了我们台湾艺术创作的多元跟生命力。明年的4月26号，要为这4位得主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董事长林基勇补充说明讲，今年因为伫咧音乐、舞蹈、甲建筑类分别伫咧复审、决审无选出名单，所以最后敢若选出4位得奖者。记者会后，台记台嘛特别采访到伫咧歌戏领域、传承创作等等拢正出色的小米老师。老师讲，家己毋是自细汉就学歌戏，真正是下真侪苦工去学老一辈的安怎做戏。我早时是去教歌戏，我较早是伫咧歌舞剧团的，我到30几岁来进入歌仔戏。所以我能得到那么多奖，我真的是这一生真的是无迄个遗憾嘛啦。小米老师讲，会当得奖，伊真欢喜，但是伊上放袂落有关是歌戏的传承。小米老师讲，伊会继续甲家己会晓的物件拢搬出来，嘛毋望学生会当学着戏剧表演内底上有路的物件。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报道。为了要帮助这癌症病人早期接受精准的治疗，健保署规划每年要提供次世代基因检测 NGS 健保给付，会先予肺癌、还有淋癌等11种癌症的病人使用。不过，这大肠癌末期的病人是无包含在内。癌症已经连续41年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第1位。那台湾当年大约有12万人得癌，真侪病人伫治疗进前会做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简单叫做 NGS， 看基因突变位点来决定要用什么款的标靶药物。为了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卫福部健保署当研议将次世代基因检测纳入健保给付。传统的 PCR 的方式没有办法验，它一定要用到次世代的基因地序的方式。那么，因此我们会在明年去扩充给付。健保署表示，癌症种类真多，已经请各领域专家进行盘点，其中健保现有给付药物。其对应基因的次世代基因检测费用，确定会由健保给付。头一波有计会纳入肺癌、胰癌等11种癌症，也毋过大肠癌晚期的患者是红排除。有医师烦恼，恐惊会增加大肠直肠癌患者真大的医疗负担。如果没有健保给付，你想一个病人1个月大概6万块，要做18个疗程，大概1年100多万。再加上基因的检测，可能150万1年跑不掉。健保署强调，传统单基因 PCR 检测都会当适用肠癌的患者，不一定爱用次世代基因定序。目前专家对给付癌别方式等拢有共识甲原则，也毋过实际适用的研究人数甲费用也爱进一步的精算。但16月2日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了后，才会当定案，上紧明年第2月上路。记者综合报道。人类领特别毒的简称叫做 HPV， 查甫拢会感染，也真有可能引起癌症。目前卫福部干那予各中的查甫学生注公费 HPV 疫苗，查甫是无提供。不过台北市卫生局今仔日宣布要走大升，对明年开始，也就是112年入学的这个各中查甫囡仔，也会当注公费的 HPV 疫苗。
做一支就会当预防感染人类乳毒病毒，简称 HPV。目前卫福部国建署推撒各种女性主公费的 HPV 病毒，男性无提供。不过台北市卫生局11宣布，要摆伫6岛的头前，明年113年开始提供112年入学的各种男性公费主 HPV 疫苗。我们预计就是112年入学的一个国中男生，将近1万人左右。那我们来提供HPV 9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卫生局表示 ，HPV 是一种会致死细胞癌化的病毒，大部分是接触甲性行为为着的。只要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不分性别，人的一生感染的机会达到8成。来做主 HPV 疫苗，唔那女性会当预防子宫头癌、阴道癌、外阴癌，男性会当预防头癌癌、粪口癌、甲菜花等。如果只有打女生的话，其实你大概只有阻隔了1半的一个传染源哈。那男生的角色在这个疾病也非常的重要。WHO 的文件里面大概有提到说，所有癌症里面，在女性的所有癌症大概8.6，它是归于 HPV， 那男性的部分大概是0.8，所以他认为说这个部分有一些差距。国建署表示，尊重台北市卫生局的做法，不过明年计划也是照 WHO 的建议，自9岁至14岁有性行为进程的女性为主，女性注射率较悬，嘛会予男性的风险降低。目前评估效益，女性注射的效益较悬，未来我会同步参考国外资料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天气是真好，不过这礼拜有2阵的东北季风要来，气象署也提醒讲，今暗时开始呢，北部、东北部就开始落雨，也若拜2、拜3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会变较凉冷。也若另外一阵东北季风拜6开始影响台湾，到时阵温度会搁较低，雨水也会变较高。这几天水气减少，早时暗时温度差较济。北台湾即时高温嘛逼过30度。中央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开始会搁有2阵东北季风，头一阵为阴暗开始，北台湾甲东部一方面就会开始落雨。即时高温嘛会降低，一直到拜4温度才会回升。那中南部各地头普遍是维持早暗较凉，中昼较热的天气。明天，特别是今天晚上开始。北台湾的天气会有明显的转变，云量在今晚开始变多，接着开始下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到了明天呢，这个雨就可能是一阵一阵、断断续续的、小的慢慢累积起来的。那特别留意就是在宜兰、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的这几个地方，可能比起其他区域来的更明显一点。明天的温度是一路往下掉，有可能这个温度就是在这种18度、19度这个地方徘徊。第2阵东北季风会伫拜6开始影响台湾，气象署提醒，这阵东北季风温度会搁较低，雨嘛落较粗，甚至有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周5的时候还是有差不多27度左右，到了周6白天的高温就在20出头。可是最显著对大家感觉明显的，应该是在周日之后，可以看到红色线条的北台湾，它的温度呢，其实在低温表现上。是降的比较低一点，目前我们做到可能是偏向是14度左右。气象署强调，拜6礼拜东北季风强度阁需要继续观察，温度上低可能达到14度以下。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仔载开始，桃园以南的西部地区阁外岛，拢要注意8级到9级的强阵风，沿海嘛可能会起大影，有2-3米遐悬，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中国咧，因呼吸道疾病当咧严重，建议民众去病院坐公共运输有症状的人，上好是爱挂嘴安。还因为说落来就特别过年咯，医生表示讲病毒真歹预防，若要完全阻挡是无可能的。伊是因为讲这流感抑个新冠病毒拢有同情风险，建议民众上好也是去注疫苗。中国官方伫咧最近公布2023年新版的挂嘴安指引。建议除了呼吸道相关疾病确诊的人，以及医疗院所、公共运输，即款无法度维持一定距离的封闭的空间，拢爱挂嘴安。有囡仔伫咧当地读书的大商讲，即马有一寡学校已经开始要求学生爱挂嘴安，因为最近确实是病毒大爆发，有真侪因为病毒感染断线的个案。学校的通知就是发文，然后请家长让小朋友入校要戴口罩。这样子，小孩都住院生病了，就对啊，都住院住1个礼拜呢，因为咳得太严重了，甚至有的是高烧反复嘛，因为5种病毒都不知道哪一种病毒中的。根据咱个疾管署的监测，伫顶礼拜全台湾流感看医生的人数超过5万，小儿科的医生也伫咧第一线门诊有观察到，最近
呼吸道症状就诊的个案，包括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加腺病毒，拢定定看到。因为流感加新冠病毒有并发重症的风险，所以建议民众爱注疫苗。有国际旅游史的民众伫看医生时阵，也甲医生讲，这些症状都是以呼吸道的症状来表现，所以有的时候要区分的时候还有一些困难。世界各地旅游也可能会接触到同样有呼吸道症状疾病的人，所以世界各地的这个旅游史，我们都要列入考虑。伫疫情了，世界各国交流愈来愈接。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世界医生会代表团。今年台湾医师会加世界医师会共同办国际研讨会，主题是全球健康安全加医疗照护体系。总统讲，台湾伫过去防疫的成就，也伫以后继续分享交流咱的经验，为世界卫生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挂稻仔了后呢，有真侪农民拢会烧稻草。彰化县环保局今年伫咧梨林乡的空气品质监测站有装 AI 自动判断设备，透过回报系统，今年敢若伫咧梨林就发85件，是用过6倍外。田中鸟花粉放过去，就若亲像搭伫高屋内底。虽然空污法禁止户外烧物件，毋过实际去彰化乡村，四界也是有即种的情形。市场诶，即阵你遐去嘛是拢贵诶，拢咧烧。咱伫遐出去卖当然卖较好啊。即马当时日期稻草的收挂期，彰化县环保局为了防止户外烧稻草，伫二林架设环境监视系统，一个搭载智慧 AI 判断花粉的系统，透过即时回报，就会当掌握伫户外烧的所在。因为此地的成果好，今年敢若伫二林的测站就发85件，是往年的6倍。本县的稻作面积有4.7万公顷，是全国最大的稻作生产地。那大部分都集中在南彰化。彰化县环保局是讲，透过这套系统，会当减少人为判读错误，找到行为人也是地主，确认违规行为了后，会照违反空污法罚千2至10万块的罚款。因为南彰化是户外烧稻草的热区，未来会扩大增设甲处理。不过也是有农民较惯习传统用烧的方式。若无烧是安尼伫个咧头足多啦，安尼点啊安尼足早就对啦。搁你若用烧，若一寡迄糖绳，看会烧死去。可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来去化这些稻梗，不用露天燃烧。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所谓的媒合的一个管道，所以需要政府一起来加强。农民认为烧稻谷樟头会当有效除虫，速度甲效果比孵化菌较好。款团表示，除了农会会加强农会处理设施，政府单位嘛爱协助农民增加气化、加强化媒合的相关管道，敢若处理也是罚钱，也是无度解决目前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互国内无人机厂商有好的研发场所加生产环境，行政院伫中区延民乡航太园区的西边，打算要投入60亿规划民乡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负责规划经济部今日早起正式挂牌成立产业发展专案办公室，政府投入资源，希望透过这个计划来带动台湾无人机的国家队。无人机厂商用模拟方式，向大家展现军用规格无人机功能。负责整项无人机民间业者甲国家资源的民用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专案办公室，在即天正式接牌。我相信对咱业者真有帮忙，因为咱需要咱在地做研发、做测试、做生产，互咱台湾的公司有机会来参与咱这个国防产业的发展。跟咱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科技跟资金结合国家的需求，一起努力。因为无人机在台湾的产业算是现在来讲才刚起步，非常需要有国家的支持，能够在这方面把这个产业让能够真正的成熟起来。这个由经济部负责的产业发展专案办公室，协助厂商进驻民用航太园区西边的产业园区。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无人机应用的范围真大，2030年的时阵，这个产业会带来将近400亿的产值。军用的部分是由中科院来负责，那军用商规的话是跟民间产业合作。那目前第一阶段会采购大概超过3000架，5款式的军用商规的无人机。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国家队。嘉义县政府嘛指出，阿创中心的边仔，目前阁有一寡已经退场的学校建筑甲用地，会配合行政院来进行阿创中心第2期的开发规划，希望互无人机产业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完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电影《1895》参大场定，分别是描写意味战争和1920年代台湾。片内面主角的服装穿插代表无同款的时代背景。中华台基本创意园区特别向剧组借这个戏服来展览，那有客家服装也有旗袍相关的这个文本，希望民众透过展览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发展。电影《1895》内底客家妇女所穿的台琴衫，阁有扮演台湾1920年代的电影《大场定》剧中主角穿的旗袍，才会拍戏服装，即阵当伫咧中华台基本创意园区展出。我公司拍迄个古早片，衣服很多，每几件东西手做的，这个他们有看到，就觉得也去看过，就觉得说哇，怎么都保留得这么好。那就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来这边，就是做个展览？不同的衣服哈，客家的装饰啊，衣服料子还有设计，跟电影里面比较哈，个这图片加起来就有意思。客家妇女的台琴衫会当为布料看到阶级，一般人家的布料主要是棉甲麻，好野人会用丝啊、色水、嘛较影白。另外，佫有代表1920年代的旗袍。其中一领翡翠幼花旗袍，灵感是来自台湾第一位女性画家陈进的手风琴一百图。我感觉古早的衫哦，足优雅、足优雅的，因为我感觉伊的盘扣啦，甲伊的配色吼，感觉是对于生活美学很加注重啦。像这样物件拢是用手工那去做出来，就是觉得非常厉害，很佩服这些以前的技术技巧。台基本创意园区表示，园区内不时拢会播送本土台语电影，这边特别规划电影服装展出，希望民众会当进一步认捌过去的生活美学，嘛会当为服装了解无同族群的文化发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有354年历史的台湾府城隍庙，除了牌匾真出名以外，庙方阁加典藏155件各种时期的传统工艺作品要展放看，因也予台南市政府认证做第5间的宫庙博物馆。这摆庙方特别推出这文物导览手册加基因导览系统，要予庙宇传统艺术的水推广，予众人知影。详细看两条，竟然有小天使动物，甲一般传统真无共。这是日本时代地方神事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至少有东西方靠南做伙文物，有354当久的台湾府城隍庙，也个保留国年代地方上的头人所关献的物品。这间庙嘛，正做第5间得到公庙博物馆认证的庙宇。庙方特别邀请关献者的后代，做伙来见证地方文书变迁的过程。一个人透过伊对文化了解，下会离团离一个庙内底进进出出，看到这里的时候，嘛是文化影响。庙里头有相当多的一些传统文物，包括历代这一些府城的一些士绅，对于府城隍庙的一个整修过程中的一些无私的一些奉献。庙方长期自发性甲庙的文物翕相做记录，佮规划文物馆，拢总收藏155件。其中正定金条有无共表情高写插片，代表人生世事都演变起起落落。另外，庙内顶殿之宝是这块乾隆时期保留到今的赵新道，为着要让大家明白文化背后的内涵，特别出版导览册，兼有线上语音导览系统，俾让大家甲庙内精彩的工艺头尾看好嚼。伊顶悬有一个神隍府，雕刻字样，雕刻字样的时候，圆形伫乾隆时代用圆形的雕刻方式甲立体变做圆的，真特别的所在。文主处讲，台南是全国头一个推设宫庙博物馆认证的城市，因望民众对无形文化资产会使加一管认同。台湾府城隍庙作为按算未来每礼拜六要提供免费的导览，通互民众更加walk in观赏文物的细节。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
伫咧芬兰的罗文尼米镇是真出名的耶诞老人村，有定办景的平台免费推出体验活动，被邀请一家伙仔死的人免费来住这耶诞老人的厝，佫会当去到邮局替耶诞老人整理民众下愿的批示。离耶诞节愈来愈晚，芬兰罗文尼米镇的耶诞老人村充满着岁末节庆的欢乐气氛，北极圈烈士零下的低温也挡不了游客热情。每年来耶诞村的游客有几多百万人。今年耶诞老人村有一项免费的体验行程，就是伫耶诞老人的厝内面连续住3晚，一个人穿精灵衫，斗相共处理来自全世界各地寄予耶诞老人的贺愿批。其实这是住宿平台 Airbnb 加芬兰牧业观光部门合作伫咧设的观光行程，免费招待一家伙仔4人的家庭游客，连续3晚真大。家庭房内面的装潢，规拢是节庆的气氛，敢若是入去动画故事同款。耶诞老人邮局也安排精灵指导邮务工作，训练好了，游客会当穿精灵衫，斗相共分配加转囡仔，体验精灵邮差的工作。罗文尼米镇的耶诞老人邮局每年拢会收到几60万件来自全球各地下愿的批。耶诞节期间，一天甚至会当收到3万张。这项行程正巧妙结合耶诞仪式加旅游行程，建造出正特别的自由旅地方。这边活动只提供一个家庭的名额，自10月开始预定，第一个登记的人会让免费享受。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辑。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5度到25度。在新闻之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